欢迎收看。尾山尾水尾林是啦，我是节目主持人彭恰恰，画山画水画玲珑来讲台语世界通，欢迎台语文专家郑安珠老师。画山画水画玲珑，格调相青脱迷茫。大家好，我是安珠老师，欢迎收看咱的节目。大家成功就是我上大的快乐。是啦，不要讲什么格调相亲，因为咱一个彭顺吉哦，嘿，啊，搁一个是迄个温调舞，一个格一个调，你看两个摆做变格调嘿，格调相青脱迷茫，后摆愈来愈好啦。感谢大师指示哈。讲这脱迷茫吼，顺我想起着这个阿八字啦，消息了了，待密必加。就是讲细汉时阵写叫大汉了，无一定，吼，迄咯，吼。但是我讲我有拄仔讲过，无适合伫个今仔两位来宾的身上，因是小时要求好，大来愈来愈好。你莫搁甲讲你自细汉看因两个大。其实是啦，而且因的辈分真正比我大得多。大些哦。对，大多。而且其中有一位是我的同学。哦，东初的是做兵还是读册的时候？读册的时阵，哦，伊开学的第一天，开学的第一天，请甲抓袂掉，哦，袂输咧办签名会。哦，这我了解，你咧讲啥我知影。对。今仔两位来宾，照这个节目的听数啦吼，咱来用台语专程自我介绍。好，但是唔是为你，为这平生。来请了。嗨，彭爸好，各位咱的电视机面头前的乡亲时代，大家好啊！我是大家自囡仔看到大汉吼，咱的台语歌手彭顺吉。那是这个较算的才有27当前啊，捌出一张唱片叫做《翘脚连喙手》啊。那今日是专工来感谢，因早叫碰哥。哦，现在叫碰爸哦，27年前哦，一栽培啊。当然呢，是参加迄个歌唱比赛，但是这当时因讲是哇，在台湾各地咧请假抓袂掉我边仔这个叫啊无，伊历史小段在处理，你的历史较现代曲折。哦，当年迄个登北人的少年家，哎，你唱歌曲折。人拢讲我唱歌细汉敢若牙甘蔗到有影，袂拢啊，完全无印象呢。你爱登北人唱歌，你咪登北。哦，对，有印象。变做彭顺吉一个特色啦。哎呀，但是咱拄啊写迄八字意思，我意思是讲吼，其实伤细汉出名并不是好代志。哦，迄阵你几岁10岁，哇，红甲变过，是10岁红甲变过。但是不能，咱人体总是会产生变化。啊，是。人在成长的过程，食五个过程当中，慢慢爱变大人。变大人，大波人头一个面袂啥会改变。哦，对不对？是。变怎？迄阵你的心情？哦，迄时阵的心情哦，当讲我细汉穿的时候，我一点印象都无。啊，开始哦，人生哦开始行路行了后。较发觉讲，哦，原来我印早真正在穿，迄顺便来过，嘛唔知要哪过，因为迄时阵是看无未来，因为佮爱做兵啊，对无？迄阵咱查甫官车上惊就是变声以外，就是做兵。啊，上惊讲话细汉咱先古水啊，啊大汉受志愿啦，唔，大汉若小可迄个变款你无遐哩古水，会变成咱的观众群，大家袂接受。这是童星上界大的悲哀。童星我觉得童星若拢卖穿，佮还好。伊的日子会当过甲会当有读册了另外一个人生。啊，上界凄惨的是，像阮这细汉捌穿过的童星，伊中年的过程当中吼，会放大镜来看这人的未来的安那。这是但是大家来检讨来探讨一个问题，就伤细汉出名，包括迄个陈子强先生。哦，是。伊自细汉就跟我拍戏。暗时啊，叫起来搬戏啊，伊囡仔当爱困，但是伊嘛真心来。讲到这，我有一条歌叫《阿妹温情》，碰无印象嘛？我知。像MV 有一部是安尼好家安尼对嘛？其实大家讲，我甲大家讲，其实大家要骗你。
大家动作讲真正足感动，好无？其实是迄届一天录10支 MV，然后对透早6点录加迄个阿尾温情已经半暝啊3、4点啊，才几岁咧，对无11岁外。 11岁个舞当咧爱困啊，当困了，因为我记起来，我讲我而且那个囡仔嘛会使性地嘛，妈我摆录啊收忝嘛，妈讲袂使，你做艺人哦，我不爱起欢嘛，啊种起欢拉好，啊拉拍阿尾温情，拄啊好。拄啊好。这讲起来嘛，像另外一种的悲哀啦吼。但是起码这儿童法有通过啦，14岁囡仔了暗时8点对，录影爱录到8点。我等下爱先走。大家走了，是对你真了解。来，这位你的名，阮就做歹处理啊。来，请用专程用台语自我介绍一下了。碰哥老师大家好，阿公阿嬷阿姨阿姐阿伯，各位亲朋戚友。哦，各位亲朋戚友，您好，我是温兆义。彬彬，温兆义，即摆是伊啊。啊，头拄啊，老师毋是讲温兆义，那个字去掉，无好听吼。温义，老师，伊啥字？温调舞，调伊调是迄个走，对啊，一条就钱迄个走，舞调的舞，对啊，哦，温调舞。哦，温调舞，我的台语，我的名的台语，你的名叫温调舞。介绍同学，你唔知？我唔知呢。大家对你的印象应该是咧，有那古早时代呢，要古锥的啦，对啊对啊。惊死人的古锥圆润润安尼啊，电影啊，你互你演着电视，你演着无红，非红不可。是啊，我演过迄细汉时阵就穿的是迄星星第五星。敢是安尼讲？这个问题吼，这个问题一直，因这个较早一个台语歌嘛是叫做《星星知我心》，迄个文夏先生时代，到底台语咩才是星还是星，还是星星假地心？星星知我心，星星第五星。老师，这是鼻音嘛？啊那讲要讲这咱拢用文音吼。星星第五心，但是伊内底发音是用华语发音，对啊，对，所以星星伊是古早是讲星星知我心嘛，嘿，所以星星第五心，迄个主题叫嘛唱甲变过，哦对啊，连唱的人嘛红甲写叫，做妈妈人无叫吴静贤小姐嘛，无结婚佮做妈妈应该写是，迄阵啊你是头一部头一部的电视剧，电视剧，嘿，啊我细汉时阵，我有印象的时阵是去香港拍戏的时阵，香港，香港啊，香港啊，啊，香港不是香港，不是香港香港，啊，香炮讲来在拍戏，香港，因为是去香港拍戏啊，所以我台语又袂认得，但是是因为唱歌去香港的电影界，甲你掠去拍，嘿对，但是伫你成长的过程，哦，伊出名比较早，你10岁、11岁，你几岁？我3岁，哇，天才啊，天才3岁半出名，捌甲拄啊家来讲的遐做有捌拄着无？有拄着啊，嘛是奄的着足爱困的啊，但是无法度3岁，着这边奄的就迄边奄的安尼。演的啦，演，歹势。就是我哪安尼啦？我有台语，我讲无好。这个片咧搬，搬，也个咧拍，迄支戏嘛咧拍，迄支戏嘛咧拍，所以迄边的人会来等你。嘿，等我。啊，我迄边拍了啊，我就困。过程，过程，过程。到我刚才也翻译，我今日是来帮你翻译。到这边，就继续拍。这听起来感觉轻松，迄偌可怜的，就是你路程当中间你休困了，嘿对，全拢咧拍。对。我讲的那个台代志，不是台字，台词啦，台词，我
袂晓讲嘛，我就讲1、2、3、4、5、6对厝啦，安尼就好啊，安尼就好啊。会音的就对。嘿，但这个人算厉害啦吼，伊生的囡仔大概有啥物小彬彬、小兵啦，迷你兵、萌萌兵，大家都改变同款的。但是以后大呢变像你安尼无？你像咱嘛袂歹啊。袂歹啊，嘛足缘斗的啊。来，这阿个台语透动的，但是小彬彬的台语小可有食力。今仔咱要来考鼻音咯吼，鼻音啦，来。我说鼻音啦，我讲鼻康，鼻康，科昂康，昂无鼻音，鼻嘛无，啊鼻有哦，鼻有歹势，鼻有我鼻康，鼻康，鼻有啦，康无嘿。康。我说鼻音啦，我说拿熬，拿熬，你家己试看觅，讲个只拿熬，有叮当无？淡薄啊呢。淡无啊薄啊，，你家己知影无啊？对啊，所以迄唔是。换一个来紧嘞。哦，无所以连你大家等你讲就知有无？我说鼻音啦，我说音呐，音啊，印章，音呐，你即摆是讲音啊，音呐，你共款咧片仔望看觅啦。那无不，你家己片望看觅。音呐，音呐，音呐。无？啊，拍者，音啊，你家己知影有啊无啊？我说鼻音啦，我说音困，困你甲看困就有啊。来哦，等你讲口讲。我说鼻音啦，我说青山，深山，青山，深山，深无啊山就有。啊，我点对啦，我点山。我说鼻音啦，我讲青山，山。山我说鼻音啦，我讲香菇，香菇，香菇，哦，无人讲香菇啦，一般是香菇啦。哦，香菇，你甲讲香有无？有嘛？香菇系啊，香菇就会使。你唔是香港就是香菇啦。香菇香啊，香啊，亚康拜行，亚康拜行。我说鼻音啦，我讲西奶，奶奶，塞奶奶了爱奶奶奶无啊？了爱奶了爱奶。奶无，好啦，我说鼻音啦，我讲开花旗甜，目睭甜目睭旗，好，旗啊要甜，啊要甜，啊要淡，我搁满甜。花旗，对对对，鼻音有啊吼，来，我说鼻音啦，我讲包鸭，包啊鸭，啊，我倒是讲鸭哦，，应该讲啊，咱尊重啊，你算包仔内底料，迄叫啊。包鸭，就有啊，肉粽内底，其实我无这个困扰，啊，我无这个困扰，我讲什么拢有鼻音。你是白做啊？哇，比做，我说鼻音啦，我讲面线鸡，话讲鸡，话讲鸡，鸡甲鸡拢有鼻音，搞。是。来，我说鼻音啦，我讲姜无啊，安尼有吧？姜高样嘿有，阮有进步呢。你看你甲照顾了，也进步啊。其实歹想呢，因为老师是毋是袂使？这个字因有字头、字中甲字尾嘛，爱字头个字要变音，袂使字尾就要变音。无啊，伊的鼻音是做迄个韵尾，哦文尾，韵尾。所以你声尾遐你啵骨仔你去用啊。啊，你韵尾遮爱嗯，所以咱讲啊。伊头就讲着惊啊，对不对？对，啊，伊会讲着甜，对不对？这种是会当去运用。继续，紧嘞。继续。我说鼻音啦，我讲甜不不，不是哦。我说鼻音啦，我说甜会贵，猪血糕，甜会贵，都无啊。无啊，你是伊哦。哦啊，好。
我说鼻音呐，啊，我讲耳康，耳康，耳康，好耳耳康，大家听就知影，耳康。我说鼻音呐，我讲台湾上青，哎呦，青青嘿，厉害哦，厉害哦！台湾上青是另外一个电视台的电视节目，哎，是哦，哦，草木青青。不要紧啦。来，我说鼻音呐，我去看刘青，刘青哦，跟你发明呢。讲迄个字袂顺，咱咧唱片的呢。我去看人家学音乐的人哦，拢有法度抓着音感安尼。对，好厉害。来，我说鼻音呐，我讲哎，我都有讲着一个啊。溪水，溪水无？K 奥 K 闹 K 无，毋过你甲片加落去变 K，溪水， K 深 K 啊，深 K K 坎其實我是要講溪水啊，我發音無無人 K 水 K 啦。水無溪 K 坎溪坎，深 K 坎 K 深溪。山 K 嘿。我說鼻音呐，我講萬地深溪，哎，溪安就對啊。我說鼻音呐，我讲草耳人，臭耳囊，哎，他有講耳康耳康呢。有講過。哦，耳袂使。我說鼻音呐，我講阿紅嘅心聲，阿紅心聲，阿紅嘅心聲，心聲，聲，声聲哦，聲有啦，有啊声，好名聲。聲哎，聲有啊。聲，來，我說鼻音呐，我說牛馬路，牛馬路，牛嘛牛，水，我說鼻音呐，我講贏你哦。贏你，贏贏，贏會使。耶！點解贏就變講點解贏心贏，心贏，心贏左贏。贏，哎有誒，贏，哎，講到贏吼，你有一個所在跋歹腳，你在台南關跋歹腳，做新娘唔是誒，是贏劉贏林紅贏，左贏。會贏，跋歹腳就會贏。不一定哦，你還是哦。來，我說鼻音呐，我讲闪较边诶，邊的水哦，我說鼻音呐。我講着飼囝，有青驚，我說鼻音呐，我說追牛，啊，水牛，牛，牛牛，牛是落音，毋是。我說鼻音呐，我講探錢，探錢，錢有啦，錢有啦。就搞你定咧探吼就怪怪，探錢有水，我說鼻音呐，我講正過，就對這頭，伊迄是借過吼，哎呦，別人來講安尼啦。正過，就吧就，借錢啊，錢有講啊，錢有講啊。我說鼻音呐，我說你就歹看，拍看，歹看，歹歹看，所以你講拍看是講我對。拄我收着啦，講我來講參考啦，參考啦。我說鼻音呐，就險就險，好險險是合頓音，毋是毋是鼻聲。我說鼻音呐，我講歡迎，嗯哼，我說鼻音呐，啊，人我兩個啦，咁我俾佢你這樣固定的，今天唔加錢啊？我說鼻音呐，我說碰生三，三五啊，是啊，三有啊，三會使嘛？我說鼻音呐，我說音調，緊張別別倒樣張，老師，今仔日你講我因的台語聽到安怎？因為咱今仔這節目吼是較有學術性的物件，毋過因也真重在啦吼，啊講講攏會當反應算袂歹，
啊，毋过针对今仔两个主角啦吼，2个月送哦，恁两个做参考。人讲君主无赢头半期，以早就过去啊。毋过未来你两个一定愈行愈顺利。送两个。对啊，动顺，伊无宣布啦，宣布是阮朋友啦。来，小记讲了好。这间宫庙太无人啊，奇怪。好，哎呦，哦，咱人啊，在这世间的生活呢，难免会拄到一寡不如意的代志，辛苦病痛等等吼。人咧讲，也着人，也着神，对啊人，还有这主见以外呢，另外呐，请教神明会使甲你指点迷津，开始你一条明路通行，你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事业康安，各项拢顺遂，感恩。啊，人摕鞋起，发气啦，发气，哦，算，哎呀，拄则听到有人咧哭嘶嘶啊，迄时啊阁无成，遐济，这个人看起来面色啊面色呢，有，电视，你毋是较早迄个星星食甜心，星星知我心，迄个冬青，对啊，安尼今仔日来主要要请教的是，我就是听别人讲啦吼，这大鼻公，大鼻公是阮的书是讲的无对，阮的名叫做大皮公啦，大鼻公，对，大鼻公内底主神叫做大鼻公，大鼻公。好啦，真公，吼，足灵的，啊，我想要来，毋是足灵的，是足灵的，足灵型呢，我想要来，看卖一个我的，你的意思是讲运动吼？运动，我的运动有较好无？安尼啦。哦，最近毋是迄个要过迄个啊？啊对，我要娶某啊。容易，头一摆，毋是，是第三摆。一个人一生当中有只娶3摆，这算无简单的代志。无简单啊，嘛是一种能力啊。我第三摆我一定是上后一摆啊。我就是我。好啦，看你像有生意来到本宫啦吼，本宫就特别为你开单，伊拄仔向我哋考试啊，阮就听到噗就跟他火车来咧哦，来办事三宝桥路。我出，还出，哈，我哈，也袂咧吼。办事正经诶，先甲你讲一下阮这规矩啦吼。好，爱先迄落。天哪，红包啊！包哦，歹势，包。啊，有道。哎，叫你大皮心杠杠。今日这位信徒，你做囡仔，本身就看你演电视演甲大汉。今日又为何事而来呢？我进前啊，我的店啊，拢倒了啊啦，足可怜呢。啊，我想要改一下运动，改运动啦，咁好。看你成绩分钟，太我屈指一算，哎呀！今天这代志可能较严重些怪，要用另外一种方法来替你排解才有法度。什么方法？来，伊啊爷啊，互伊遐坐。好，歹势哈，请起来一个哈，我来刷一个位的哈。请。来，加请。先嘛，我若甲你跌落去了，你就会困的。华语叫做催眠。催眠，困去。你对你进入另外一个境界。啊，你即马有感觉？心肝伫咧疼无？心肝，敢若无呢？
你爱想看卖啊？对，你店拢倒了了啊咧，你拢无钱，哦，你欠足侪钱的咧，你安尼袂心疼吗？你有感觉者，敢有？我的店拢倒了。倒啊，足可怜的咧。 300万无啊，我心足疼的，足疼的。哇，大明星你看，有啊，吼，有听有听有听。啊，你有啥物心疼？你勇敢讲出来吼，讲来讲。我的店拢倒了去啊啦，我的心足疼啦。不要紧，那会听会爱还佫有救嘅，所以不要紧。啊，你即马有看你的精神无？风采精神已经化境出来，你的精神就是一个爱食榴莲的人。哦，有一回食榴莲，结果被榴莲夹伫脑内，一命乌虎哀哉。这代志就将精神迄喙、迄口气，揢伫遐口气，甲吞落去，伊才有讲你将你运势打开。来啊！来，物件传落去。好，来传落。安尼哦，一人饲迄一喙安尼。哦，这味就吵。啊，你要吃落，吃较袂听啦。这会行过去。对啦来，乖乖，好一嘴。哦，一喙。哦，好。我开始袂听哦。是袂听。药效无够啦，这较过来，来啦，搁一嘴啦，搁一嘴啦，最后一嘴。加一嘴。哎呦，哦，好，吞落，精神。啊，那你有感觉精神加正好，身体加正爽快无？有无？无爽快。我的嘴足吵。不要紧，经过安尼甲你，鼻腔足经吵。袂迄种不要紧，暂时的尔，吵等于水洗洗就好啊。对。经过安尼甲你改了，你的将来运势就一定开咯。以后若问题接过来。再过来啦吼。再过来哦。后摆结婚后搁有问题搁来吼。后摆未结婚啦，就这摆尔，我就抓吼。谢谢。这名下。哎，我靠，感觉有信度，哇，还有一位哦，稍等一下，我先请。这名请坐。啊，请坐。大明星溜。哎呦，社会是久久摸摸。对啊，这个就明显的咧。较早的囡仔时代唱歌夹甘蔗，客甘蔗当白甲迄个丰顺嘅甘蔗。哎呀，是啊。有面个工人本姜呢？啊，报告这个大偏心哦，人讲哦，这个无事不定三宝殿啦。说得好。啊，今是专讲一件代志哦，要甲你请教。请说。哎呦，我最近哦，厂是厝内底塞车哦，唔知什么缘故吼，啊，拢拍无去啦。啊，我第一想讲，是装潢的问题，还是风水的问题？啊，到底是外侧还是内侧吼？我想要请哦大偏心来甲解释看，是本来无伊安尼啦。了解。你这个这款问题啊，定定拢有人拄着。啊，是。可是厝内面唱菜，甲唱伫下内底，唱伫烫树顶管，叫无去啦。规矩甲讲一下。啊，歹势吼，啊，甲恁讲者，阮等即摆食吼先结缘啦。哦，我有准备。啊，拜托。歹势哈，啊，拜托，来。好，谢谢。哦，啊，这请大脾气哦，甲我面啦解解。就是你问题我屈指一算，哎呀，这代志非常之严重。哦，这个该做一个仪式，你才我都通过这个关。我今晚来给你贴字。好，来，文房四宝书好。是。好，准备，来，这先寄，这先贴你今晚寄咧？不是寄呢，是拄去涂骹的。对哦。对，涂骹拍落。哎。 40年了后，我去的这个文房四宝边啊，将你名写在顶悬，我都将你贴字啦。哦，开始。一个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。这甘字字，我真系讲咧，来来出来，
现在看得顺利，啊，是。哦，顺利啊，这边应该是川字，是。这个川字啊，可比是流水一去不回头啦。哦，川水字又个代表钱财意思。哦，你的钱财安怎藏，总是叫人摕走去，藏较大机卖无去啦。哎，哦，另外边仔这个叶字，国华语读做叶，哦，嘛会使解释成业长的业，哎，哦，所以这是你本身顶世来带来的业障。所以你的钱会如流水迄一般流去，这是真正常的代志。你个人问题出嚟这个结字，对咯，哦，虽然讲这钱一直其实因为这结字啊，书下一个口字，是。咱人啊好将胃口出啦，所有物件拢是胃嘴来的。你呢？我来有了闻到真少年你就成名咯。啊，是。但是为了要自己要好看，要别人留下印象，所以你会感觉你外表想要装作比别人较好看，搁较青样。所以有当时啊，就会家己一支嘴一直转，到处讲我外面拄外面，有影无？诶，大叔你安尼讲，我敢若小看有影尔。啊，不过啊，你嘛知咱这吼做艺人都不得已的，有当时出去吼，场面也好看。哦，啊，你啊看，你看这件衫，这件限量的呢，这件就2、3万啊呢。哦，啊，你啊这件，今天3、2、3万，啊，搁这双个啊2日送你，攀啊！啊，搁这双个啊，叫朋友对美国炸转来，这嘛爱3、5万的呢。所以你甲看，伊拄则迄包有是偌济啊？快点， 800块，你规身躯穿个名牌了，这2、3万，迄5、6万，你在这较早包800不。是啊，你吼把它改，我只要钱啊找着吼，我就包一包足大包互你啊。好，凭你一句话，这代志简单。你有揸手机哦？手机啊，有手机互我。手机互你。听，喂，水尾哦，哈？原来我的钱是假客哦。好啦，我连刚刚欠的，啦。好，安尼我知。哎呀，代志就解决了嘛。钱无叫拍无是你某甲你收起来啦。是啦，但你的个性爱改。是。明明咱就无遐侪钱，也是讲咱无遐，咱莫做人唔通遐悬调，爱低调。你安尼无来无去穿个偌济钱个衫，偌济钱鞋啊，四界咧车顶拢话讲，我的人安尼足有体面的。哦，你爱臭屁讲，哦，我就是下叫你这款人，你叫做破面贪心罪恶。来，个第二句俗语，请了。你是要去倒啦？来，要解决你的问题真简单，电话给我。电话？听，恁某教紧。喂？啊？嘿啦，对。我拢未讲个咧。唔系我知影。再见拜拜。所以钱无拍无见嘛，钱是恁某甲你摕对啦，对嘛。你平常时啊，咱若无趁咱一，咱就莫假讲咱真有。吼，讲话莫夸口，莫讲我足体面的，我穿衫我这偌济钱买，我这偌济做人唔通啊悬条，爱较低调咧。莫一直臭屁，一直请烟，你这款叫做人心肝牛腹肚。拍花过咧。来，请，小彬彬先生请。来，方才有讲到2句俗语，第一句叫做破面贪进罪恶，唔捌听过吼？上面是贪，贪就亲像蛤蟆吼，拿迄种有壳的海产啊。好，安尼就好，听下吼。海产嘛。来，要第一句破面贪进罪恶，请举手，一票。应该是。老师，我是感觉讲伊是铺面，就是讲伊表面加做足有钱的，啊浸水就是伫下骹嘛。我是有诶，浸水伫下骹，就是讲伊实在是无钱。顶管破水，其实内底对，无啥物。内底下骹对啦，好讲讲了去啊。啊，恁这边一定是经济人心肝牛腹肚，结啦，为咩？
是甲人就是不满足，不足，人心不足，蛇吞枪。对，人心不足蛇吞枪这种感觉，不懂得珍惜满足安尼。第一句吼，坡面摊浸水鹅，迄字啊用较好的摆在顶头，其实下骹拢凹凹臭臭。就讲重表面的功夫啦，若浸水鹅咧，要卖鹅进前讲泡水吼，肝片那边较大，碰较大粒，较大面安尼，其实搞迄个外表无内在啦，所以有时吼这较唔好，就讲听到要人请讲哦，我做有钱，其实你连食泡面钱都无，你咧偌有钱，所以无需要安尼。若牛心肝，人心肝牛巴肚，心肝细细个啊，你何物可想讲吼牛巴肚遮尔大咧？毋过若照内底来看起来，伊是讲你安那。你水头水面烂尻川啦吼，你穿的2-3万，下仔嘛2-3万，其实你连吃泡面，甚至包红包共包800尔，破坏行情价。所以就是讲这种物件就是啥，你重视外表，所以咱讲做人爱好内在，下分满腹内，才有水伫摸菜，人水伫内在，所以人重外表爱重内在，所以正确答案应该是坡面摊浸水鹅。好厉害，厉害的，会记，原来在对就对啊。对。好来，不管对不对，了解两句意思，来拍鼓励感谢。这首应该好到会使算囡仔歌来处理啊。作者叫做轰动武林。伊本来名应该是轰动武林行动楼骹突破楼骹，已经足长的啦吼。咱来邀请第3次要结婚的小彬彬先生，请你来遮。安哥龟辣上端，迄名义有边读边有边读中间啦。端对啊。赶紧知你。唔知拿好紧，唔知遮拉好袂？遮拉破片啦。好就是1、2、3、4、5、6。然后这是紧着胜利水，所以伊拢乱在去掉。有病的拢读袂过人过。紧着胜利水吼，用紧啦。过来。面靠顶，然后烟缸底，水啦，烟缸底我若听我水在你，我继续。不是对啊，倒对拉去对，拉去头，金针头。这这个甲剃掉变针咯。对针金针。现在要读针，你代表嘛读尖哦。尖哦，金针头，然后好人好良恰良好良胃，胃。这基本上拢读做胃啊啦。过来。紧着话你做。这是这袂使怪啦，吼，伊就说台语接受不这。来，迄个结啊。来，你来遮，预备。盐国鸡米烧脆，唔知米好袂。哎呦1、2、3、4、5、6，掠着胜利水。嘿，门口埕暗光底，到底米起堆。嘿，经尖头河龙尾，掠着换你做，这个唔知。敢若这样呢？银老师，这个是银钱，乌眼银头，银钱头，河龙尾，你米烧脆嘛？所以就掠着胜利水嘛，银钱头掠着换你做，跟做鬼嘛。好嘞，大家站起来。好来，对唔对？吼，迄个小彬彬，厝夹不夹袂就好啊吼。来，1、2、3、4，嘿。盐国鸡米烧脆。唔知米好卖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掠着胜利水。门口埕暗光底，到底米起堆。金钱头好龙尾，掠着换你做。感谢大家，后回请继续对话，为山为水为人路。